我覺得佢係一件好親密嘅樂器咯，即係佢嘅形狀啱啱好可以即係放喺你嘅懷抱裏邊。有陣時你會覺得我好似挨住緊佢，有陣時佢會覺得佢挨住緊我，係即係同埋大提琴嘅聲音係最接近人聲嘅，所以好似每日練琴好似同一個朋友相處咁樣咯。大提琴陪伴20歲嘅 Adelaide 已經走過近10個年頭。澳門基金會資助澳門青年交響樂團協會開展多個項目 ，Adelaide 係受惠嘅一員。佢喺11歲嘅時候去到青交學大提琴，獲得獎學金，兼讀香港演藝學院音樂課程，亦都隨團去到歐美同內地等地登上大舞台演出，更加去過德國集訓同演奏。而家喺美國天普大學修讀音樂系。呢度嘅氛圍係真係可以俾到好多動力你去進步咯。當樂團有一個更高難度嘅樂曲要你去練，要有個目標、有個期限你要演出嘅時候，你會好有動力、好有目標去完成。佢會好鼓勵你去參加比賽啊，咁你當中都好幸運咁有得獎啦，咁嗰啲獎項係對你升學係真係好有幫助嘅。美一茶喺加入青交嘅7年間，跟隨豎琴大師孫韻婷學琴，亦都隨樂團去到多個著名嘅演奏場地演出，包括柏林音樂廳、意大利加爾達湖等等。而家喺西北大學攻讀碩士學位，並且獲得該校豎琴系歷嚟最高金額嘅獎學金。我妹妹入咗嚟青交先嘅，咁佢當時就嚟要有一個樂團嘅演出，咁佢哋就爭一個豎琴手去演出，咁佢就向指揮提議我，咁我就話好啦，咁等我嚟試下啦。佢首先俾咗好多演出機會我先啦，令到我對音樂呢個發展越嚟越有興趣。如果唔係佢哋俾咗咁多機會，同埋有咁多名師嘅指導嘅底下咧，我覺得我冇可能即係一直進步，跟住最後可以考到去外國。澳門基金會今年度撥出630萬澳門元，資助青交為澳門培養音樂人才，包括由名師培訓學員、工作坊、外地巡演同交流音樂會等等，推動澳門音樂藝術發展。喺青交培育下成長嘅許莉莉，2013年學成返到澳門貢獻，參加樂團演出，並且喺青交任教，期望薪火相傳。青交得到澳門基金會嘅資助啊，多咗好多，同埋好似每年都好似一個固定嘅資助，有好多個 project 可以資助，咁所以咧而家變咗咧，對於喺學習音樂上嘅學生，甚至對於音樂有興趣嘅人士，其實而家多咗好多嘅concert 啊，或者多咗直情佢哋可以參加呢個團體啊。如果冇咗呢啲資助嘅話，係冇可能可以做到噶咯。我哋係好需要去培訓去年青人去接受呢樣嘢咯。如果唔係就變咗澳門以後就冇咗呢啲咁嘅人才咯。